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呢段時間呢 ，Rita 時常會介紹有4次啊，幫大家用於你嘅生活當中，喺各地嘅穩重地段做得感受到你客家嘅情懷，無論係男性也係女性嘅角度哦。今日節目當中非常嘅歡喜，邀請到歡喜辦劇團陶然喺國內幾度舉辦了當法樂。當受到歡迎嘅咧，客家唔上嘅法通嘅重七萬人，重點萬欣賞嗬。你哋客實實來歡迎幾多？首先來歡迎你係團長，咪係你嘅陶然彭雅怡。大家好，我係歡喜辦戲團嘅彭雅玲。接下來呢，你來歡迎你嘅七爸先生好。好，係大家好，我係重點萬。哇！今日非常歡喜啊！我哋陶然嗬，韓國你嘅七爸點萬欣賞，喺節目當中嗬，你倆客家嘅唔上了就發通，其實2016年開始巡迴演出，第一場是爆滿咧，有沒有安樣嘅經驗上來？安樣嚟做安樣嘅發通？2016年，我去點婉家跟他商量說，我們讓這些美麗的女詩人的詩可以演出，然後點婉就很高興說，對，我要光着腳丫子在一個空間裡面朗誦我的詩，所以點婉就推薦了方慈跟葉莎一起來參加。所以該東西是僅僅一拍即合是開始了。因為我啲臉書當播就說是懂得你客家嘅五星嘛，像是像方慈本來就朋友哈，還有葉莎、陳美燕哈，然後方慈佢又收給了龐水玲嘛哈，然後還有本來就說是羅秀玲老師佢咪當後生哈。然後還有彭導演佢本來就認識嘅歡喜辦戲團本來嘅團員，像淑萍啊，哈，還有佢春秋菊英，佢本來就懂收詩，就以前10多年前的10年來都有向下表演過嘅客家五星，佢哋都下詩出實習哈，然後要去教會唱歌嘅就開始，然後有請呢個彭導演同佢來做嘅導演嘅工作啦。哇！客家什麼用乜愛強咯，係冇？剛才一聽到個點位老師講，哇！我大插腳嗬，啲安尼天來風，安尼跳舞唱歌，我就知道有一種同自由嘅感覺嗬。一擺嗬就單純用客家嘅細妹生女生嗬，出來做幾場嘅表演嗬。嗰當時嗬，聽講當多人看到體場就爆滿，一直都後背，連細嚟講我咩當上我來參加呢？唔過都咪單槍是用客家細妹嘅生。在1999年，我們開始做客家的口述歷史的時候，那裡面的很多的團員給我的故事都是他們要被送養去當養女，他們很怕在客家的農莊裡面做農事，然後他們過得很辛苦，很怕被別人就是出來了客家莊，很怕被別人知道自己是客家人。那經過了將近20年，你在看到這些女詩人寫自己的故事的時候，生命完全的不一樣了。他們透過了自己一步一步的努力，來證明呢自己不會是那種當時重男輕女的社會裡面，被這樣的家庭制度遺棄的一個小孩。所以一定要女生，一定要讓他們親自來見證這些女生不是當初想被送養掉的那樣子的孩子。哇！我聽到陶然安尼講嗬，我要看陶然寫安尼嘅故事，要寫文章嘛嗬。我看我知道講哇，當初我看到我嘅叔婆啊，我包含我阿婆好得佢細時節，佢踩細就本人送睇，唔過因為佢係親生嘅。唔過佢清楚出去做事，要安尼強養嘅心情。唔過佢哋其實冇特別講乜嘅，我相信佢哋有聽到故事，很多故事。我看陶然嘅文章，我看到我當上叫我講好彩我呀嘅細妹，我就唔是當中頭擺要
看起来算是一辛苦蛮坎坷安尼个命运啊吼。係啊，跟安尼做下來，你都知道講，西來嘅觀點同西妹嘅出真件都冇相同嘛，很不同嘛。因為我知道，你客家五常，唔會感覺嗰種特色年下嘅就會佢生活嘅經驗嘛，哈、像春秋就從頭講到，還有菊英就從頭講到家媽媽同母女的情懷，就我財長有啊，佢講出來，大家人都都兩下聽到都同感同，真嘅做過野外嘅人，做過某嘢嘅人都啲，你下愛開始再去看媽媽，又從頭都冇彩嘅，可以拜就少一拜，嗬，按樣嘅心情啊，像呢個客家五常嘅10年都放下來動多，母女、父女，哈，還有自家自身的自家嘅感覺，哈，就是說女生自覺嘅感覺，還有其實我自家就是養女，哈，唔過我當幸運，哈，因為我爸爸媽媽對我當好，所以我算有讀書，有受到教育，但是我專去看我嘅時節嘅當到嘅同學啊，哈，朋友啊，就冇出來上課嘅，冇出來啲學校讀書嘅，其實就同上一批嘅你客家嘅五行都同樣，刻苦耐勞做田社，所以呢個詩裡面寫詩嘅過程都好，就大家你看到當到嘅像導演佢圖嘅講春夏秋冬，哈，所以導演佢就用佢嘅詩的劇場嘅方式把呢個詩，其實你大煞搞出去都唔知會變成樣嘅，但係導演佢自己就懂厲害哈，佢就用佢導演的功力去變成一個詩的劇場、詩的劇場啦，還是按樣講來看呢個客家五常嘅呢種演出啦，全部攞佢串聯起來哈。咁個影片人講，西來同西妹上嘅真嘅冇共樣，上次人講一動衝腰，西來講哎呀冇乜嘅啦哈。可能貼片我知道，因客家人哈，細細啲客家仲看青島嘅人講農村嘅現象咩好，家庭嘅現象咩好，我知道講西妹佢其實要做動作嘅事情，唔過奇怪呢，當初佢講乜嘅時節。當初冇買分量，係唔係安尼嘅？對，女生好像都沒有發言權，然後可是呢，現在在我們的詩裡面，這些女生事實上所看到的世界，事實上是內心裡面很多的轉折。女生更願意把自己內在的感覺訴說出來的時候，事實上那個力量是非常強大的。那也因為這樣子感染了很多人，這才是我們在第一天的第一場的演出，就那些男生說恨不得穿上裙子來跟你們一起演出。他們內在也有很多心理的感受要分享，可是他們這一次看到了主角就是女生，發言權是女生的時候，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樣，覺得很震撼。這些女生可以為自己內在的感覺來說話，而不像當初我們第一次做客家的女性的故事，在1999年的時候，觀眾席的每一排很多的觀眾都是躲在裡面哭，就算我們所有的道具都拆掉了，燈光都拆掉了，我人都已經回到台北了，劇場的管理員還打電話來說，那個椅子的下面都還有很多人躲在那裡哭的，不能回去。所以終於有這些10個美麗的女詩人為自己發聲的時候，我想這是一個台灣不管是不是客家，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大步。其實透過安尼藝術嘅方式，我知道上次應講愛對話，西來同西妹也講冇共樣嘅語嘅對話嘅時節，用安尼當詞言，唔可能就會有共鳴，要做到當詞言表達自家嘅想法。嗰時候也係用春夏秋冬嗬，春天代表乜嘅，熱天代表乜嘅，四個季節同討人同人介紹一下好嗎？春天我就會想到花，正好我們裡面有很多的是花，那不一定就是都美麗的花，也有像葉莎寫的跟媽媽去看油桐花，那裡面就有很多的生命的交流。那夏天呢，就是愛。那當初我們有很多很多的情詩，我們就會認為說，對於女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這些小情小愛啊，那就是在夏天發生的。那秋天呢，就是有很多的生命的一個轉折的地方。然後冬天呢，雖然是已經空了，可是呢，我們在每一首詩裡面，在無中看到了很多的有，在即將結束中看到了很多一個新的開始，所以呢，這些詩就是正好套到他們所有的詩裡面可以放進去。
哇，一年四季吼，这个感受到，俺在四季伫度，人讲爱做事爱生活，伫度就当到生活的细节。不过像一啲安尼嘅日常伫度，吼，感受到俺什么人嘅细腻，俺从事嘛嘅，俺吃到嘛嘅重要。当然呢，欢喜番剧团哈，1995年创团，到1999年开始做安尼嘅事情，到2016年开始安尼嘅顺飞，引起非常大的回响，甚至到国外欧洲的演出哈。有當到神奇嘅事情，等下陣到節目當中呢，繼續同大家分享幾條超精彩嘅事蹟哦。歡迎所有嘅朋友進到福喜來咧 ，Rita 今本日呢啲節目當中同大家傾我非常嘅期待啊！客家五常到底愛講乜嘅呢？啲節目當中邀請到歡喜番劇團嘅導演、亞蓮導演，韓國嘅一個發通嘅策劃嚇，電玩先生啲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再一次歡迎兩位。是不？哇！大家係講當上愛來看，當上來參加，一下就有咧5月26號啲新竹嘅家鄉。羅屋書院哈，也大衛同大家介紹一下，好不好？羅屋書院是我們在1999年一開始做我們的戲劇的排練的時候，我們的團員羅淑玉就帶我們去那裡。雖然我小時候住的房子是一個日本式的房子，可是呢，每一個人進到那個房子就會覺得這是我家，因為就是一個老的三合院，然後很大的廚房，很大的灶，然後前面就有很多的曬的那個拍彩的那個，然後每個人在那裡就好自在。那我們就常常在那裡拍劇照。之前呢，他們有說這個地方也是侯孝賢導演拍《悲情城市》的地方，所以我們常常在這裡排練。那這一次再回來呢，我覺得就是好像自己又回到家裡，然後邀自己的好朋友一起來分享我們的詩一樣。古說大家哈，哇！本家家導演講嘅安尼有情感嘅安尼嘅地方吼，寫到5月26號出來看咯。一般呢幾隻演出當頭嘅落屋嘅吼，本大家有一個屋開感覺吼。一般喺度演出，當場有用青島嘅客家嘅生活表，蒲話啦、吹頭啦嚇。唔過啲落屋書院，聽講要用黃蒲係乜嘅南瓜，怎麼用黃蒲呢？以前啊，我們在淑玉的家這個大灶這裡就蒸很多菜包啊來吃什麼的。可是呢，在那個廚房的旁邊呢，就放了非常非常多的南瓜。然後我就問說：“哎，這個南瓜怎麼這麼多？而且每一個都長得不一樣的樣子。”他就說：“哎呀，這個菜園裡面摘的。”我說：“在台北這些東西都好貴哦。”他們說：“這樣子你帶一些回去。”我說：“不要不要，這個很貴。”他們說：“開玩笑，我們都吃到怕了，你就帶回去吧。”所以呢，我就是很懷念那樣子的日子，而且在那樣的地板上放了那麼多的南瓜。我的兒子那時候剛剛出生，就在那個地板上爬，是他第一次的爬。然後所以現在長大了，然後我就覺得說這個地方是我很懷念的地方，在地板上的南瓜。那也希望說到時候這些南瓜可以分享給觀眾。哇，按你講都有情感呢哈！5月26號哈，因為就場場爆滿咩哈。演出嘅時間係幾多點呢？是4點到5點半。所以還有茶席，還有一些很棒的東西，現在都暫時保密。按你講起來，下晝4點開始做吼，我看過咧實際吼，實體就拿燈嚟去排練咧吼，望出可能會食唔到係冇？唔先報名，先報名。哦，先報名係嘛？上歡喜番劇團嘅網站就做得來報名呢。因為有準備，佢講有茶席，對，有請到神秘嘅、好看嘅，有情感嘅東西，要幫大家來感受一下、體驗一下哈。一擺嘅發圖，呢度有青島嘅事，幫大家做得欣賞到女詩人佢哋心感度嘅想法。嘅 Rita 今日就來請導演同電話老師來指導一下，然後準備。聽講呢，每一場吼，就有可能冇共用嘅詩作哦，因為係場地嘅關係，也講季節嘅關係，就有冇共用嘅作品。唔過呢，開場一天會來讀也藝術，就我一下來讀愛到奇才也味，奇啲也味藝術詩，也係鍾鳳慈所寫嘅。
唔管唔喜歡也唔喜歡，我哋都奇才也味。唔管要來看也唔來，我哋都奇才也味。很久以來，我哋冇離開過。時間到嘅，佢緊張嘅話，獻本土地。山哪有我哋，唔單止係為到春天時節，你愛來也唔來。點點奇才也味，點點奇才也味，係為到蘇緊自家嘅情緒，也附近本愛到養分嘅家園。哇！耶！當然同埋朴樹，要排泄，因為其實我哋想想講，我當初我自家就係奇啲也味，等所有嘅觀眾來看，也講來挖掘我嘅心嘅。一個我就係山哪地度嘅花，我啲我嘅土地。唔過討厭同我自討一下，因為當初我哋排練咩嚇，個討厭就講，人家安樣啱，安樣嘅想象係意見係嘛？你念得很好，你跟方慈念得很不一樣，因為你把它念得好像情詩一樣。哦，真嘅。方慈透過寫有個太不強嘛哈，然後因為方慈藝術師其實佢下個很女性意識、婦女意識當中，所以佢其實本來它不是一個，佢唔係情詩哈，而是在講你把它念成情詩，那個有彌托。方慈佢藝術可能係講到客家你的心自己那個。勇敢的卡出來，卡出來，樹夢你嘅家園，哈，就係以前都南美人嘅世界嘛，哈，可是你下冇窮樣嘅，哎，你心自家就起出來，其實佢當有一個心嘅意識的度，哦，安尼就講，唔管唔愛來也唔來，更理直氣壯一點，唔管唔愛來也唔來，我自家來。方慈透過寫嘅太部分就是唔管歡喜也唔歡喜，對，非常的理直氣壯，對，真嘅啦，講起來我講咧，我卡溫柔，溫柔嘅喎，冇窮樣韻味，錯，就因為他是這麼的理直氣壯，後來我把這個當作我們客家女生很重要的一個宣言，然後就把它寫在一個國際的媒體上面，那很多的國際藝術節看到就邀請我，然後呢，上一次我去阿根廷的時候，那個主辦人就是非常非常的喜歡，他就叫所有的來參加的團員們都要念這一首，所以我們排了一個很長的隊，然後法文的念法文，德文的念德文，西班牙文的念西班牙文，英文的念英文，葡萄牙文的，然後每一個國家的人就用他們的語言來念。那時候我記得我們的駐外大使，他們帶了很多的客家鄉親去，客家鄉親的代表是他們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都哭了，因為他們覺得他們從來都沒有人這麼樣的在一個大的場合裡面用他們的語言來朗誦詩，然後這麼的感動。哇！真嘅，我要知道咁感動呢。好，我真係好好想一下，做埋我拖安尼嘅事，我拖到安溫柔，因為我就接受一個，我還沒有太多的安尼辛苦嘅嘛。太感人。特色嘅看詩嘅表情啊，哈，還有詩嘅感覺都係冇窮樣嘅。像安尼多方團員有一個陳美燕哈，陳美燕哈，佢係新中人，所以佢偷嘅東西，佢打敗，因為佢個性當開朗，然後當活潑，然後佢會范文芳老師嘅欣賞佢嘅搞出來嘅構圖，所以佢客家話嘅韻味啊、韻腳全部係。海陸強嘅韻味，然後佢講成塊種嘅駐店嘅阿伯，佢所有嘅睇緊年紀特別多嘅市場嘅哈，然後一個駐店嘅阿伯阿伯，然後四本書睇緊年都兩下，你糖都會少，因為佢都當成次佢下嘅時就當符合啲下。你客家莊帶嗰位人嗰種街頭巷面啊，哈，睇緊人嘅種生活嘅方式。你隔壁一天有個駐店嘅阿伯，有一隻阿公去看戲，聽阿公去看戲，哈，夜沙佢就想個情感通嘅，佢最近有一首詩就係講到，佢寫佢媽媽過身可以失半夜，佢就講到佢爸爸躺到嘅首詩就走到房間，看到咪的去叫，佢說一出來，而且
且大家呢，你要表演呢，堂顶呢，你都会叫字，大摆都按样正经。哦，感动呢。刚刚电饭先生讲的就讲，客家话嘅上韵，语言嘅上韵冇强用，个土起来冇强，因为我爸爸姓祝人，我讲开了，驻店嘅阿爸，其实他是有一个抑扬顿挫。对，可是我讲西烟，你看哦，驻店的阿爸，你看完全没有味道。你来退一拜。驻店嘅阿爸，对，其中有个高尚的韵味有抑扬顿挫咩？哦，所以实际去冇强用，同一套散文啊，套小说系冇强用嘅，他一定要被念出来。对，哇。然后因为大三年唱嘅曲言呐，哈，你都方有一张团员，一首团员曲言，也是这些闽南嘅客家人，佢唱嘅太普跳，还有朗诵佢自家嘅诗，佢一出来咩太家人叫了我死哎呦，5年26就要去教一下，就感动一下。我想电饭先生没有一首诗啦，哈，唱来吐一下，大场表演，清明一听会吐一嘅。来吐一下哈。市面喊到日頭等一下，阿爸啲隔壁莊頭嘅田橋所錯，阿妹啲神杯嘅茶園摘茶。阿爸轉來，我講火音蟲嘅講，走唔到轉木下嘅路。阿妹轉來，我講白頂茶龍嘅記，看唔到田順嘅果底。日頭等一下，等我拿一支火把，同佢哋來走路。日頭等一下，哇！我安尼等一下，我嘅心本叫起咧啊！大家每次都講，原來讀書有安尼嘅奇術，有安尼嘅魔法，有這樣的魔法魅力哈。等一下要到我聊一下嘅時間咧，再來學繼續來談幾條啲安尼嘅想法，安尼嘅排練當中有青島動感動人嘅故事哦。有我聽到咧，大家講等一下，日頭等一下，好事等一下吼，加下電飯先生加日頭等一下，清明嘅等一下，叫心咧。突然間咪會突出主題吼，清明就要用呀，日頭等一下咧。这个句子很重要。一个小女儿拿着火把，就拿着灯笼去，在黄昏的时候去找。给爸爸妈妈照路。可是呢，女孩子在我们所有的听他们的故事里面，都是被颂扬，是被瞧不起的。然而呢，现在的女性，或者是我们看到的，她们才是真正的拿火把的那个人。就像我们的好朋友里面，比方说远古本铺的古正君，或者是廖慧庆，她是江阿新洋楼，还有那个龙英中的孙女啊，是刘淑苑。这些呢，我们都称她为公主复仇记，也就是说，这个家族呢就要靠这个小公主来把它振兴起来，不然本来这个都已经是一个落寞的老房子，都没有人再去想要去做什么事情。可是呢，这个小公主呢就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这个老房子，把这个老房子兴建起来啊。那点婉的诗呢，就有象征的这样子，所有的女性在以前呢是被颂扬的，是把它当作是劳动的人口的。可是现在的女性真的就是如公主复仇记一样，拿着火把，是要照亮着人类的未来的前景的一个象征。哇，刚刚讲到同好，完全是形象嘅反轉，係嘛？你講頭擺使咪空啲屋卡，做牛做馬吼，做青島嘅事吼，唔過一下捱沙洲的行出去，成為那個燈塔一樣。照亮嘅，像我係一個支柱嘅感覺嗬，當堅強嘅，當有能力嘅，安尼講嗬。佢突然啲戲劇地度嗬，用青島嘅道具，還有意象，大家看到知道很有詩意，有一個很有禪意，很有意境安尼。而家講到嘅燈籠，嗬，還有一係火把冇，一紮係火把冇，是象徵火把嗎？沒有，就是傘。
就是很漂亮的伞。对，对，伞本来是我们有一次去新瓦屋演出之前，那因为新瓦屋他们很有名的是那种花鼓队，然后就拿着伞是男人筹办的，然后就拿着花伞在那里筹办。那我们想说，我们既然每一次在地都跟它结合，然后有一个演出，我们就要像这样子的一个民俗的表演致敬。可是呢，我们因为是女诗人，不能是太在地化，就要让他们有不同的一个象征。那我觉得红色的伞对于客家女生这样子的呈现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所以它不只是一个伞，它旁边还有很多的珠帘，对，所以是一个很漂亮的伞。一方面是向在地的文化致敬，一方面呢也是要让我们自己很强调，我们是女性，我们没有遮遮掩掩，我们很理所当然的呈现我们自己。哇，安尼有女王驾到的感觉吼，有珠帘对无？这个，其实我看到这样的有青岛的想象，因为比如讲闽南，妈妈闽南的，爱家人嘅时节，就爱挂有安尼嘅杂的，象征多子多孙，还有个祝福哈。然后讲俺徛杂的，当秋你可以抵挡风雨，你做得自己很独立的感觉。对。嗰时候有青岛想象的空间，突然間講到我們會因地制宜，去冇用一個道具。大家同在討論吼，哇，歡喜辦一個客家五常吼，每一個地方演出，大家就講了個啥有冇按講咯，吼，有當來凸顯嘅係嘛？对，每一个地方我们有一个白色的卷轴，好像他们的诗就是在地上，然后是跟在地结合的。那因为要跟在地结合，所以我每一次都有选择不同的水果啊什么的。第一次是点碗带来的一大箱的柚子，哇，厚色。对啊，然后后来因为季节，所以我们还有放白萝卜，然后这个很漂亮的是蒲啊，对蒲客家人同我生啊，同好生呢，对，很甜。有感覺嘛？你其實當到嘅時嘅有柑嘅，有柚嘅，有菜頭，有蒲嘅。下禮拜5月26係用你嘅南瓜哈，黃蒲。你看，春夏秋冬，佢各季都有無同樣嘅，你客家嘅。中醫式嘅農作物，其實佢要變成一個道具，要代表講春夏秋冬無同樣嘅季節嘅幾個變化。哇，都有創意。對，所以導演其實佢用嚟當到，佢特長係同佢講導演真厲害嘅，就係講特長從天朝2016年去大溪哈，嘅從古鎮軍嘅屋卡，一直到禮拜。第10堂，還有下禮拜，其實特長嘅出場序哈，還有編排嘅方式係都冇同樣嘅。哇塞，我真係同佩服，因為每一場就冇同樣，表示講每一場都會提擺，跟唔嘅提擺哈，就會緊張咩？唔講唔要做得表態自己，要聽哈，要緊張哈。又有個新的氛圍哈，所以每一場都很新鮮呢。对，每一场都很新鮮，連到演出的時候，我們都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在上一次我們說我們要花，結果好朋友張秀雲就帶了很多花，然後大家10個人的巧手弄出了花，然後那一天的演出的花就是我們自己都嚇一跳，很美吧？對，哇塞，嗰時嘅，你拜託講食堂嘅朋友張秀雲哈，張秀雲佢做字誒，佢有隻水妹工作室做客家字誒。啲太傅，佢食堂嘅成橋嘛，我佢有個有燒鵝嘅，有燒鴨嘅，有動到花樣，然後拜託同人摘到花來，佢同佢老公一睇做嗬，8點鐘就來嘅，哇！真係賣咩花，你睇緊你。又種了個盤嚟度嗬，跟住花就變成今日最重要一隻道具。跟音樂表演嘅時嘅花蕊就按你慢慢地落下來，它規站嘅全部都會花。安講對，嗰時候睇到佢哋表演嘅時節，其實老民眾老朋友嘅互動程度，因為大家就共下來，個人講又有創意又反駁。好，有人講嘅愛物惜物用嘅喏，嘅道具哈，親密都變做得
做奖嘅，做得食嘅，台港做嘅观众做得带转去，像推动嘅唱啊，推动嘅唱，就会大家因观众就拜托佢把个吹头带转去，因为一滴的钱就买得两篮的吹头做道具，到位拜托大家你拿一个篮的带转去用。哎呀，安尼都有互通，好有共鸣啊！哈，亚拜呢，其實啲演出後尾當當加入嘅新嘅元素，就係要邀請客家嘅樂團吉拿罐子來演唱，係嘛？对，我们的演出里面每一次都有唱歌这件事，因为有了这么好的诗，所以呢就要有演唱的部分。那第一次我们有团员淑萍用她写的诗来演出，然后我们有我们的好姐妹思蓉，我们又邀请了年轻的曾雅君来一起加入。那最近呢，我儿子推荐吉娜，所以呢我又看了吉娜的词很适合我们，所以呢又邀请吉娜，所以每一次我们都把这样子的客家女生跟一个很棒的客家的女歌手结合。哇，未來呢，下半年還有機會看得到客家女生嗎？大家都期待呢。我们会继续努力，希望。对，因为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之前20年前访问到的都是养女，那现在他们踏出来了。可是呢，我希望这个声音要继续，要继续让客家的年轻的女孩子们继续看到一个希望，就是说啊，原来我们客家可以有展现自己，而且呢，女生是可以非常出色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鼓励。那前面有大姐姐们带领，然后后面的就是小女生，年轻的客家女生就可以自己再继续的往前站起来。同期待，因為我哋也派沒有當到故事，其實我哋係連嘅上一台，講我哋要教育我哋嘅下一台。下一次7月5想要演唱，我哋希望我做得去做。可以，歡迎，真嘅，因為都要溝通啦，嗬。我想青米嗬，大家係每次都講，去到嗰邊嗬，要戲好看，要按你文創嘅，可能沒有識嘅做得難，嗬，要當到精心嘅準備。韓國有乜嘅呢？要談講一下社區，大家要做義工嗬，要做乜嘅客家嘅點心送去本地社，請大家是懂感通。我想青米我用一首老同法有關係嘅詩嗬，我用海陸來念，呢係葉莎老師嘅作品，讀到了當有感覺，咪真正係客家五線前當然係歡迎生活。我是送本大家，嗰種是我嘅歡迎。悄悄一批寫入去，望到深秋是變色，溜溜飄飄嘅老公，熱熱半燃燒，莫怪阿妹嘅心肝可比豬肉煎啊！唉，莫笑，如同法讓我5月風講乜嘅法，溫溫柔柔安世上，半日細細的阿妹糖。半日細細的愛糖，歡迎大家5月26號下晝4點一天來到新竹嘅羅屋書院去看7月5上記得愛講嘅話愛表現咧。咪非常感謝陶人，希望先生來到節目當中按好嘅分享，時間唔啦，唔過希望有機會再次邀請你的，希望你。咪非常感謝所有朋友進步你嘅收看咯，下禮拜就嗰啲福氣來嘅面了，講嚟了，拜拜。